南投草屯的富寮社区甲马路溪社区大学来合作，安排插画的课程，利用大自然的素材，带着大人甲囡仔来创作，嘛，互大家对插旗的工艺更加了解。 万各种无同款的叶啊，利用纹路变化，丰富的插画内容，透过课程安排，亲子集体创作。草屯镇富寮社区甲社区大学合作，邀请家长甲囡仔来体验插画，大人囡仔拢真欢喜。很好玩，因为这是新的体验，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。我们是利用周边可以取得的那个叶子来去做创作，我觉得是非常新鲜又特别的东西。 南投县马路溪社区大学的天然插画班的师生，透过社区汇报的机会，找一寡家私甲素材进入社区，带这囡仔做感受插画创作的趣味。它本身的材质很特别，有一句话叫如胶似漆，就是它本身也可以粘，所以它可以粘蛋壳，可以粘贝壳。师生用心的设计，希望讲好大人囡仔拢耍啊真欢喜，同时佫会使推广插画工艺。